来看今年伫菲律宾东方海面形成的头一粒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是表示上近今仔半暝可能就会形成今年的头一粒轻度风台艾维尼，后礼拜一、拜二上接近台湾，也毋过应该是袂直接影响到台湾。后礼拜台湾嘛是受到风面的影响，对日七开始天气都无介稳定。屋顶，你看屋顶，水都满出来了。下大雨，南苏2、5早起，雨落真大，伴随单位讲有居民记录到岔路的土沙水淹到路面，远远骑机车的人骑袂过去，拍算牵车通行。气象署指出，拜六水汽增加，以东北部落雨更较明显。后礼拜一阁有风面瓦近，后礼拜2、3会伫台湾顶面，是会予西北部的落雨明显。需要留意，在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一个情形。另外，今年第1号热带性低气压定伫菲律宾东方海面形成。原本估计有个会伫拜六2、4形成头一个风台，也毋过气象署指出受地形影响，形成时间有个会伫拜六暗以后，上瓦近台湾的时间点是伫26、27，也毋过对台湾无啥有影响。目前因为它是在陆地的这一个期间所以说它整体的发展情况并不是这么的好，也预估在最快在12小时。就有机会形成今年第1号台风，对台湾天气不会有什么影响。气象专家贾新兴也伫面册表示，针对路线各界预测的趋势，大概也共款。民间气象专家是预测，因为受地形破坏影响，风台形成会搁晚，也认为对台湾影响不大。之后它的路径会逐渐的往北边移动，然后往我们台湾的东南方海面逐渐的往东北方向移动，所以会逐渐远离台湾。所以目前看起来，其实对我们台湾影响的几率还是比较偏小的。气象署表示，刷落来几天水汽增加，要到后礼拜4以后才会渐渐减少。若热带性低气压目前看来对台湾无啥有影响，气象署也是提醒，后礼拜1到拜3，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南苏绿岛会有长影发生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